大澳，保存住濃厚嘅文化傳統、優美嘅山水自然景觀，仲有獨特嘅漁村風貌。政府喺南大嶼秉持先保育後發展原則，喺大澳推動各項保育同文化延續嘅工作，循序漸進咁優化基礎設施，配合社區嘅需要，延續大澳嘅傳統文化。不單止要保育水鄉風貌，亦要守護佢哋嘅傳統精神。規劃大澳改善工程嗰陣，我哋一方面致力優化區內基礎設施，包括起河堤同改善排水系統，去減輕水浸問題，仲起咗廣場同埋公共交通總站等等，改善大澳嘅人流同車流。同時，我哋亦積極保育大澳獨特嘅文化傳統，例如喺關帝古廟前院進行改善工程，目的係營造寬敞同埋更合適嘅環境，俾大家舉行宗教同文化活動，以凸顯呢座古廟喺大澳嘅歷史文化價值。喺連接河涌兩岸嘅工程方面，以往大澳主要靠我而家身處嘅大涌橋連接大澳街市街兩岸，同埋棚屋建築群之間嘅新基橋連接吉慶街同埋新基街。為咗提升大澳河涌兩岸嘅聯繫，我哋分別建造咗鹽田橋同埋寶珠潭橋，便利行人往來同埋緊急車輛出入。雙橋分別位於龍盛街同吉慶後街，已經喺上月初啟用，完善咗區內嘅步行網絡。兩座橋都係可以開合嘅行人橋，設計配合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大澳端午龍舟遊涌。遊涌期間，橋身可以打開，俾龍舟同神像通過。當橋身開咗之後，仲可以化身做觀景台，俾居民同遊客近距離欣賞呢項地方盛事，充分體現工程對社區特色同埋文化傳承嘅重視。鹽田橋採用咗全港首創嘅伸縮開合設計，以創新方式演繹昔日橫水道嘅特色，即係好似傳統用人力拉扯纜繩移動小船過河涌咁。而寶珠潭橋嘅橋身就可以橫向轉動開合，象徵開後成堤，變成堤岸嘅一部分。雖然望落雙橋嘅規模唔算大，但我哋嘅工程都充滿挑戰。首先，陸路運輸通道好窄，車輛冇辦法到達寶珠潭一帶，主要依賴水路運輸。但係河涌有潮汐漲退，加上現有嘅大涌橋同新基橋嘅高度限制，即使係水路運輸都唔係咁易。所以工程團隊特別設計咗專用嘅工程船，可以喺唔同水深靈活作業。同時，我哋都採用咗預製鋼結構做橋身，等生產橋身同地基工程可以同步進行，慳到時間之餘，預製件仲可以按需要分割成唔同大細，方便運輸同埋現場裝嵌。我哋仲配合先進建築科技施工，例如應用焊接機械臂為樁模進行焊接工作，提升施工效率同埋安全性。另外，工程團隊應用咗 S690 高強度鋼材，強度比常用鋼材高近1倍，大幅減少咗鋼材用量，令橋身更輕巧。地基同樁柱亦都可以減輕，既慳到成本，又提升咗運輸同施工效率。而雙橋項目嘅每項細節都需要團隊仔細考量，同地區緊密溝通，最終先至能夠順利完成。咁首要雙橋對居民嗰個貢獻咧，就肯定係好大嘅，因為我哋大澳依家都係主要長者嘅喺度生活啦，坐輪椅好要成20分鐘先至到呢個，先有得睇戲，去飲茶又要行15分鐘，咁變咗一樣嘢咧，依家個通達性對整個大澳地區嘅居民生活肯定大大改善。剛剛喺呢個新嘅場地做咗一次神功戲，咁嗰啲信眾啊，或者嗰啲表演者啊，佢哋都形容呢個場地咧，對佢未來咧繼續舉辦神功戲活動好，或者其他活動好咧，都好大嘅作用。咁我相信到嚟緊遊涌咧，我相信都吸引到大量嘅旅客，或者我哋香港嘅居民咧，即係嚟觀光一下咁樣嘅。我相信呢個效果亦都係好大嘅。有咗嗰條橋可以喺嗰個橋中間做運動啊！有時間啦，食飽飯啦，一家幾口又可以去喺嗰條橋散下步。我翻工好快喎，踩單車唰一聲，我諗如果我翻到公司，我諗2分鐘。以前嗰啲出咗，希望多啲人翻嚟大澳嗰度啦。昔日大澳居民多數以船為家，棚屋係由舢板演化而嚟。漁民日常生活都依靠舢板代步，其中搖橹係一種傳統嘅舢板駕駛技術，依賴人力搖動一支約3米長嘅橹嚟推動舢板前進。
舢板同搖橹係大澳漁民文化嘅象徵，見證咗水上群體點樣喺有限嘅資源之下，喺風浪同潮汐之中安身立命，創造出獨特嘅水鄉文化。土木工程拓展署喺2022年委託大澳文化協會，邀請大澳船廠嘅工匠製造一艘傳統木舢板。2022年至24年喺東涌社區聯絡中心展出之後，就交翻俾大澳文化協會管理。大澳而家每年都仲秉承住傳統，舉辦多場神功戲，居民以往會喺區內空地搭建戲棚。為咗推廣大澳嘅文化遺產，署方喺鹽田龍盛街旁邊興建咗個露天劇場。建築設計以中國傳統寶盒為概念，融入咗窗棂等傳統節慶紅色元素。工程團隊亦都就點樣美化露天劇場同埋休憩用地，定期同居民會面聽取意見，保留社區傳統特色。露天劇場亦為社區提供活動場地，俾居民舉辦各類康樂、文化、休閒活動。為咗方便市民同遊客計劃行程，土木工程拓展署設計咗大澳旅遊熱點人流資訊系統，覆蓋人流比較集中嘅地方，利用嶄新影像分析同埋 WiFi、藍牙感應器偵測技術，以一站式網站提供實時人流資訊、串流影像、天氣同公共交通服務資訊，方便旅客規劃大澳行程。網站已經喺2025年開放俾公眾使用。從舢板搖橹到新橋連繫，發展局將會繼續同社區攜手合作，致力保育大澳嘅漁村風貌同傳統文化，同時為大澳注入新活力，推動可持續發展。